台南地检署侦办台盐公电弊案，顶个月23先押前台盐力量董事长陈启玉等5个人，予台南地院驳回。检方是控告成功，昨日开庭，陈启玉煞无告。桥头地检署已经是开拘票，初步掌握陈启玉疑似人约伫咧国内。顶个月24透早4点多，一群人行出台南地院，伫红色通知簿外查甫人亲像是前台检力量董事长陈启玉看到媒体赶紧离开，无讲话。台南地检署侦办公地弊案，定伫先押陈启玉等5人后换伊驳回。检方高提控告，找伊开庭的时，陈启玉煞无出现。本案被告陈启玉无正当理由无故不到庭，因陈姓被告居住地非台南辖区，本院以电子公文嘱托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代为拘提中。根据了解，一发现陈启玉无出庭，已经有台南警方去伊住的所在，煞找无人。桥头地检署查知证实已经开立拘票，请高雄警方执行拘提，同款无找到人。家庭律师也联络袂到陈启玉，其他涉案的人，前台检总经理甲另外一名姓苏的被告，是法官认为有盗墓串证的嫌疑，裁定羁押。被告前后所述均有不一，且2名苏姓被告的供述大相径庭。同案被告陈启玉复为到案厘清案情，相关资金来源、共犯涉案的情节仍待调查。有事实主认被告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这个案件，台检力量公司顶32个处所防搜查专案还未终结，陈启玉却失联。根据掌握，陈启玉亲像人也搁伫国内，为了将人查緝到案，检方无派杜东关海巡署检调警察等单位全力找人，只是一个进程还未找到陈启玉。若搁无到案，伊恐惊人就轰动7个命运。记者综合报道。